园病院爆发到院内感染到今大约是2礼拜。第一批居家隔离的医护人员甲民众陆续回到病院做第2届的采检。桃园病院气氛即摆也是真紧张，讲有袂少的清洁人员辞职了，嘛互留落来的清洁工工课负担加真重。桃园北出根自感染到今已经超过2礼拜，第一批隔离的医护人员已经解除隔离，143位医护人员全部阴性。另外，第一批隔离的民众嘛开始到病院各一摆采检。不过，虽然隔离这2礼拜无镜头，心内也是真紧张。因为是医生到我家来看我妈妈，然后他们就被隔离了，结果就通知我们要被隔离。那护士跟医生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就一直在恐惧中，连睡觉都不能睡觉，真的是很痛苦。讲到隔离，人人拢紧张。1月23，因为心跳无规律，到桃园病院挂急诊的这位小姐，红来做居家隔离的对象。不过隔离期间犹原无爽快，甲地方卫生局请假出门挂急诊，不过挂号互伊直直拄到问题。像有来过布桃，都像把我们当做像是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怪物一样，讲难听点像鬼一样，看都会闪。对呀，可是那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很差。对，然后我们想要看病，也不能说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紧张的，还有病院内底的清洁人员，真侪人拢要离职，嘛，互病院内底的人员工课增加。就怕嘛，怕20个人左右，可是我们公司有140几个这种比例这样子。你们公司140几个人，就有20几个人离职。为了安全，除了病院本身，对面的综合大楼309人嘛要进行采检。一透早就有真侪医护人员和病院内底的患者来到采检站，嘛有真侪在地企业送防疫物资来为医护人员加油。在地企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的企业也都能够来支持我们的布桃。2月初4嘛要进行专业人员采检，敢若希望疫情会使赶紧得到控制。